来讲台东地上有一间庙，伫厝尾顶的塔楼30栋前咧起的时阵呢，有楼骹无甲封起来，结果有密报来遮作收，也即种密报呢是台湾的特有种，对当地的农作物真有帮助。伫咧地上乡的现天宫已经起30栋啊，到怎啊也未起好。伫厝顶的这个塔楼一个挑工漏一空，因为管理员有一天发现，尾仔暝时阵有真侪密报会对这个坑内面飞出来，尾仔数量愈来愈多。庙方管理员认为密报代表福气，所以这个塔楼就让互因大。太子楼啊了，迄个空，有一年感觉哎呦啊头啊一蝙蝠在出入，就去看，哇，规个拢总是蝙蝠安尼，带来福气安尼。对对，迄这个特色就是有福气的所在。当地保育人士讲，住伫个庙内面的这款密报是台湾特有种的台湾叶片蝠，是国内原生种上大型的正糖的密报，会当帮助农民除虫害。尾岸保育团体也雇用红色的玻璃纸掠伫个镜头头前，避免反射光去伤到密报的目睭，记录台湾叶片蝠伫当地行为路线。经过调查，这个洞内面至少上千只密报，因为附近拢是田，有真侪通食。庙方国家塔楼互因大，所以变做一个族群。有大概600到700只左右是台湾叶鼻蝠，那它大概是晚上黄昏的时候会出去，然后到白天的时候会回来。那其实我们上次带导览解说的时候，有带大家去看，其实还蛮壮观的。不过地上乡其他所在是真罕的看到这种规定的台湾叶片蝠。当地保育团体讲，有可能甲土地被破坏、甲人为的干扰，抑个农药盐过度有关系。所落来会搁再深入调查。不过为了要让一般人会当改变密报是歹动物的偏见，这么庙内面有一些导览的解说，希望让大家了解密报是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生物之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